呢條片會展示銳捷銳意 Switch 嘅長距離傳輸功能。而家我哋喺第11號端口開啟長距離傳輸功能，呢個功能可以令端口嘅傳輸距離達到250米。當你有分散嘅地點需要超長距離時，長距離傳輸可以係你嘅選擇之一。銳捷雲令你嘅業務管理更簡單，